这时，请咱来强读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哥林多前书13章第5节。哥林多前书13章5节。无行见效的事，无求家己的利益，无快受气，无记得人的歹。搁一位圣经新约以弗所书4章23节到24节。搁恁心神换新，像迄个新的人，就是照上帝用真理的义、甲性、甲性来创造的。圣经以上，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照安尼去行的人。这时，信息爱的真谛系列第7讲，爱是无做见效的事，请咱蔡牧师来宣讲，请咱自行来听。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牧师今早去要分享的题目是听是无做见效的事。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互阮搁一遍自执伫圣殿来亲近你。主，阮在每一遍亲近你的时，你就透过你的话来激励阮、调整阮。所以，阮恳求主你帮助阮，互阮有智慧，会通明白你的话，也有信心、有听心，将你的话实践伫阮的生命中间，来荣耀你，也互阮甲阮接触的人拢得到利益。我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今日咱要来看，听是无做见效的事。咱首先来看，啥货叫做见效的事？见效的事，这字希腊文只有一字，叫做 asquemoneo。这个字，咱若分析这个字，伊是两个字斗做伙。第一个字就是就是讲无，无的意思。这个后壁这个字的形式，这 squame 这个字，就是叫做形式。就是讲宽恕的意思，两字来斗做伙，就是讲当一个人失去做人的宽恕，这就是见效的事。伫遮咱台语甲希腊文真近，咱咧讲一个人无礼貌，做一寡见效的代志，咱来讲你这个人遐尼歹款，咱这款就是形式，就是宽恕。一个人歹款，也是讲无款。意思是讲，伊无毋正人啦，无做一个人应该爱有的人的款式，所以这就是叫做见效的事。咱知伫圣经中间，咱拢真清楚，就是人是上帝照伊的形象所创造的，所以人甲其他的受造物无共款，人是有上帝的形象，但是伫遮咧讲人有上帝的形象，毋知大家敢有理解无？有的人可能会误解讲，安尼上帝可能甲咱人相共，有两粒目睭，一个鼻仔，两只手。其实伫遮咱来明白，上帝是灵，是神，伊毋是物质的物件，所以咱袂当用物质的物件来了解上帝。那安尼，到底啥物会是上帝的形象？咱拄则所读的第2段经文，有互咱一寡提醒。伫以弗所书第4章24节安尼讲，伊讲一个新的人，这个新的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所创造的，有真理的仁义甲圣洁。所以伫遮互咱一个提醒，就是上帝的形象是有真理的仁义甲圣洁，这是上帝的形象。但是就咱所知，就是人因为罪的缘故，受罪的影响来坠落，直到咱失去上帝创造咱人的形象，互人变做歹款，变做无款。所以无款的人、歹款的人，才会行出见效的事。
所以咱今仔就是要来面对咱生命中间的这个问题。咱拄则讲这个阿斯奎摩内奥这个字哈，伊是失去形状，但是伫原文中间，伊有三种无共款的意思。咱一项一项来了解，一项一项来对付。第一个意思就是讲，叫做黑暗见效的代志。好，咱台湾话叫做见效代啦。好，所以意思就是讲，无下真理，伊袂当见光的。通常咱拢是伫暗中所做的代志。因为咱人是相当软弱的，相当软弱的。特别是伫无人的时阵，因为真侪歹代拢嘛是无人的时阵，咱想讲无人看见，咱开始做这歹的代志。无人的时阵，咱想讲既然无人看见，我就袂要紧。所以人就伫无人的时阵，家己一个人的时阵，会受引诱做一寡见效的代志。所以咱看见着古早人，甲咱提醒讲爱慎独啦，慎独就是讲，当你家一个人的时阵，爱真谨慎啦，因为这有可能就是犯罪的时阵。因为咱拢想讲，反正都无人看见，无人知影，做也袂要紧。但是你要明白如果你若做这件代志，万一去互人了解，去互人知影，迄实在是真见效的代志，会造成伤害。所以咱真正爱设立这个代志。但是咱看见着，其实咱伫现代社会，较恐怖的就是讲，有真侪无合真理的代志，伫一个黑暗的世代中间会去用合理化。因为真侪人咧做，所以咱就对这个罪恶麻痹，将这无合真理的代志合理化，迄真可怕。像讲，大家人拢咧做，所以我做若袂要紧。举一个例来讲。这学生咱知影学生有时阵准备了无够要考试，拢想讲爱做饼做饼你家一个人偷偷做因为你知影讲这件代志无正确嘛，无合真理嘛，所以我拢偷偷做。但是如果一个班级所有的学生拢感觉讲，我做饼是合理的，所以大家拢做饼，一个无做饼的人，反倒当伫这组织中间去用。看见讲较有遐尼戆的人，所以就是因为这个组织这个班级，大多数的人拢认为讲袂要紧，结果这件代志去用合理化，这是上界可怕的代志。特别是咱看见着，现代社会中间，真侪人的价值观被扭曲，将无合真理的代志当作是对的代志，惊这个代志就袂感觉。有做有见效的感觉，所以咱真正爱真细腻，明仔去面对。咱拄则所读的圣经，互咱一个提醒，咱先来看这段经文，第以弗所第5章第8节，讲早前恁是黑暗的，现今伫主内底是光明的，行事做人爱亲像光明的儿女。这意思是保罗咧劝勉咱，讲。未临捌主进前，咱是活踮伫黑暗中间。但是咱今仔日主内面，咱是做光明的。咱做代志、做人，爱亲像光明的儿女。拄则所读的经文，安尼讲，迄个新的我，就是一个新的人，伫主耶稣基督内底，成做新的人，是照上帝形象所创造的，表现伫真理所产生的正义甲圣洁顶面。咱特别在这个圣洁做一个记号。上帝的形象是圣洁的，所以咱要脱离迄个见效，就爱学习用圣洁光明取代黑暗见效。这是咱第一项爱学习的，就是讲，咱爱去建立一个信念，因为咱所信仰的上帝是圣洁的，是光明的，所以伊无容允咱伫暗中所做这见效的代志，而且上帝是。时刻咧监察的上帝，监察拢无人看见，但是咱爱知影上帝有看见。而且主耶稣基督也甲咱讲，所有稳重的代志，有一天拢会显露出来；所有温暖的代志，无有迄个无显露出来。
有一天咱拢爱甲上帝当头对面啦，咱爱对上帝负责任。咱的心中若有上帝，咱就相信，虽然这件代志无人看见，但是上帝绝对咧监察。牧师有一个机会去瑞士，做一个短期的进修。伫遐有一寡真特别的经验，譬如讲，迄个瑞士咧坐火车，因是无人咧收票，无人伫遐咧加票，就是讲你若买票了，你就是当直接上火车，所以无一个人伫遐咧加票，慢慢今仔咱像咱咧坐高铁、坐火车，爱刷过一个门，因无安尼，你就是买票了，你就当上车。无买票安那，嘛会当上车，但是上车的时阵，你会看到一个标志，就是讲你去遐这个是用画的哦，我头去有看这个，我看毋捌我就问我瑞士的朋友讲，这是啥物货？伊讲迄是食目睭咧看你，看你敢有买票无？我讲你嘛免讲迄个笑话，互我笑。这条目睭是要看我有买票啊，无买票。你若讲用一个什么监视器监视器，可能会当翕我的情形。用画够可能。我来讲几来遍，我讲恁这瑞士人有够戆的，看我做这个画这个图。到尾我这个朋友拢问我一个问题，讲你敢有相信上帝？我讲拜托，我是牧师呢。你问我讲我敢有相信上帝无？伊讲你既然你若相信有上帝，你较会无相信上帝咧看你敢有买票无？当然我拢会买票，因为迄下面有写一段，你讲你若无买票去用查着，爱罚80块罚人。但是其实我的经验是，像阮迄坐迄细站真正足少人咧查票的。但是看你的良心嘛，你也知影，虽然别人无人知影讲你到底敢有买票，但是你知影，上帝嘛知影。所以咱看起着，其实我的了解，瑞士人一定会买票，无一个无买票。所以亲爱兄弟姊妹，这就是心中敢有上帝。所以对这个故事中间，咱知影，上帝是时刻咧监察咱的上帝。是你甲上帝中间的关系，上帝是光明圣洁的上帝，而且时刻咧监察咱的上帝，咱爱特别说你唔通，因为咱所做见效的代志得罪上帝。这个字的第二个意思叫做无守法邪恶的代志，因为咱也知真正有听的人是拒绝做违法邪恶的代志。耶稣捌讲过一句话，这句话咱今仔日会当做一个验证。耶稣讲，因为不法的代志，无守法度的代志，渐渐增加，所以真侪人的听心，较渐渐冷淡。这耶稣咧讲无守法的代志增加，这是甲听心会影响着听心，这两项代志是有关系。无守法的代志增加。人的听心就渐渐冷淡。举一个例来讲，咱知影即马社会真侪骗子对无？咱世界真正足有可能去拄着骗子。我相信在座所有的人，咱拢捌，应该大多数拢，你若有手机拢捌接过手机的诈骗。我就接过几来遍。所以因为咱这社会不法的代志愈来愈增加，所以有真侪人要付出听心的时阵，伊会考虑讲这个人敢毋是要骗我？因为是咱看到真侪可真互人同情、真可怜的代志，咱想要付出咱的听心，但是咱发觉讲，哇，这世间骗人的太济，这个人毋知敢会真正骗我。所以因为安尼，所以真侪人的听心就渐渐冷淡嘛。我举一个例来讲，我细汉的时阵我细汉是差不多40当前啦我阵拢听人讲，咱台湾是全世界上界有人情味的所在，所以若任何人拄着困难，咱拢台湾人拢会去人帮忙。细汉的时阵确实是安尼，我会当感受到。但是渐渐大汉，我讲台湾的社会咧变呢。我有一遍我迄阵伫台湾中心服侍，
我骑机车载一个东工，要去台南有一间学校叫做嘉南药理学院，吼，迄阵叫做嘉南药专。爱经过迄个对市区行省公路，去到迄个李站行的所在啦，台南有一个叫李站行的所在。行到差不多今仔日的迄个基美博物馆头前遐，我远远就看到，头前涂骹倒一个，边仔开一个，徛较近看有两台车烧拢，我就问迄个区的迄个生产，伊讲迄个倒伫涂骹迄个骑车骑真紧，对后壁来弄诶，弄了伊就倒伫遐，我过去来看伊还有咧呼吸呼吸足大声啦但是人都无清醒，来叫都叫袂起来我咧鼻身躯敢有足重诶酒味啦我迄个时阵就叫我诶迄同工骑我诶奥多摆去附近有一个所在警察局去报案因为迄阵嘛无啥物手机结果我就伫路边伫遐砸车看到有人会当赶紧把即个人送去病院袂伫迄要省公路迄其实车足济啦来往的车足济大家看到路边有代志拢会减慢速度落来但是看到遐倒一个人大家拢赶紧走伊砸几波砸到尾仔有一对老夫妇驶一只货车停落来就问我发生啥物代志我讲即两个人发生车祸看讲你敢要咱赶紧来即个分去即个送去病院伊讲伊考虑者讲会使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我爱陪伊去因为讲万一即个人若无醒起来伊的家属若母老我讲这是我弄的伊就麻烦啦我想想嘛有道理啦因为咱社会就拄着遮尔济代志所以我常常咧想讲我们就是帮助人是一件正确的代志但是因为不法的代志渐渐加起来咱要做一个正确的代志的时阵咱有时爱考虑东考虑西互迄个痛心冷淡落去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咱不法的社会的代志哪济咱的社会哪混乱今日咱的台湾就是陷入即款的危机真济人将即种违规犯法的代志看作是平常嘛有的人为着要加赚一寡钱利用各种手段制作恶心的用品咱看咱时常电视新闻看到较知影讲我用这恶心的用品用真久的时间所以有时阵咱要去市面上买一项物件都毋知讲咱到底敢有考到会去买到恶心的用品有人为着要赚钱偷挖这沙石种山顶滥垦滥发有企业家掏空银行公司看到诈骗集团遐尼济不断的欺诈的行为出现即款的情形就互咱的国家衰落互咱的国家衰落要怎做改变拄则所读的经文互咱一个提醒伊讲即个新的我是照上帝的形象所创造表现伫真理所产生的正义甲圣洁咱来注意这真理上帝的形象是真理咱来用遵守真理自律守法来取代不法甲邪恶咱知影有听的人伊袂做遐犯法邪恶的代志伊明白上帝监察一切所以咱毋通随趁即个世间的规律咱爱自律守法有人讲咱台湾的即个青红灯是参考用的红灯袂当行青灯爱特别注意行我对台南起来我拢感觉我迄阵拢感觉讲对台北的印象是讲台北的知识分子较济大家拢应该较遵守规矩来遮伫要一冬我感觉甲台南有差不多啦前几工我要对美术馆过迄个车路过迄个锦州街对美术馆迄边爱过来阮头前有一个迄个车路嘛有画斑马线照你讲我譬如讲我拄则讲过瑞士的迄个情形你若瑞士其实瑞士伊其实出少青红灯特别装卡的所在但是伊有迄个斑马线你若行过我的经验是人咧开车远看到有人咧行
因绝对是减慢速度，然后停伫迄个路口的所在，互你行过。吼，我伫遐4个外位吼，拢拄着情形拢是安尼吼。啊，叫经几工要对迄个所在行过来吼，行过来吼，啊，结果有一只奥多拜吼，骑真紧吼，强强要弄着吼，啊伊无了弄着，但是伊佫停咧吼，甲我骂吼，讲我咧行路拢无咧看路啦，啊，我来讲我行斑马线咧吼，啊，伊嘛足生气，伊感觉讲改成一定爱行的人，一定爱让即个骑车的人吼，啊，所以吼。我常常咧想讲吼，咱台湾即款的遵守律法的代志，的确爱特别注意吼。我要看一个真趣味的一个调查吼，这是2001年吼美国的读者文摘，吼，这个杂志伊要做一个真有意思的试验吼。试验是要试验讲有30几个国家的，还讲地区吼，伊民众的诚实的程度吼。啊，伊试验的方法就是。伊将即个譬如讲要试验即个国家，伊就是即个国家无共款的所在吼，故意等10个钱包吼，皮袋啊，啊内底底差不多50块美金吼的钱吼，啊然后顶面有写即个放弃即个皮包的联络方式吼，啊捡到的人，伊其实有机会会当将即个皮包还互即个人吼，结果吼，伊做30几个国家。发现上界诚实的5个国家，是挪威、丹麦、新加坡、纽西兰甲芬兰。其中挪威甲丹麦的钱包的归还率到100%，就是讲大家捡到的，拢会摕去还。啊，我相信那咱双年教会应该捡到，拢会摕去还嘛。啊，但是一般人我就唔知啊。啊，所以咱看见着其实我拄则念的遐国家，咱感觉上总是较进步的国家，吼。啊，咱真正爱来反省，咱的台湾，即几冬来一直咧强调咧拼经济，拼甲好亲像台湾真善的款，吼。拼甲台湾人为着钱，甚至会当出卖家己的灵魂。咱会记即耶稣讲，人若趁全世界，赔家己的性命，有啥物利益？人会当摕啥物来换性命？其实咱来明白。有比钱较重要的代志，特别是咱甲上帝中间的关系。所以圣经互咱的提醒，咱毋通袂记钱。这里的最后一个意思，就是叫做粗鲁失礼的代志，啊，就是无礼貌的代志。现在中文译本来翻译叫做鲁莽，新译本翻译做失礼。啊，实际上这代志可能有一寡代志可能甲罪无关系。但是做的时阵有时咱做的这个做无合意的代志，讲无合意的话，会互人感觉歹势，还是讲咱家己会感觉见笑，圣经来讲，咱毋通做这个代志，要安怎来面对？就是咱要用礼貌、尊重来取代粗鲁失礼。细汉我咧读册的时阵，老师拢安讲，台湾是礼仪之邦。是上界有礼数的，但是大汉了后，发觉讲台湾的社会，较像无亲像安尼，特别是即马现代人较像比较无礼貌常常伫电视也是讲媒体看到真侪人伫路面都因为小可代志就冤家，大家拢看家己的利益，无去看去别人，无去尊重别人，我过去捌看过一个作家。伊咧讲台湾人，讲台湾人有3项：对人无尊重，对代志无关心，对物件无珍惜。所以咱爱去改变，就是咱爱去用礼貌、尊重来取代粗鲁失礼。拄则咱所读的第2段经文，对咱讲，这个新的我是照上帝形象所创造的，表现伫真理所产生的正义甲圣洁。咱爱伫正义顶面来学习。就是用正当合意来取代粗鲁失礼的代志。啥物叫做正当合意？就是用礼貌尊重去尊重别人，用礼貌去三款待。尊重就是
咱要做一件代志进前，咱先徛伫别人的立场想这个代志，用和善的态度来款待人。咱要做这件代志进前，先思考讲，我安尼做，敢会影响到别人？如果若会，咱就毋通去做。这是生活中间有太侪的爱调整，但总是牧师甲大家分享几项，咱伫礼拜中间爱做，毋通做一寡失礼的代志。第一项就是礼拜时咱关手机，咱将咱的手机关起来，因为礼拜是要来敬拜上帝，是要来朝见上帝。咱简单去参加一个真重要的约会，真重要的组织，咱拢知影讲爱尊重，这个迄个主持这个会议的人。比如讲，咱去听音乐会，咱知影要尊重迄个音乐家，所以咱会将咱的手机关起来。咱今仔是来教会敬拜上帝，这礼拜是比音乐会超过10000倍重要，所以咱的手机关起来，莫去影响到别人。第二项，礼拜时咱入来的时阵，虽然咱看到一个真好的朋友，但是咱毋通向讲要甲大家开讲，要开讲，咱礼拜煞了才去分享。礼拜前，咱先安静心，因为咱是来朝见上帝。第三项，礼拜要结束的时阵，牧师会讲，灭道对无？灭道下温将受差遣。迄时阵是你要领受上帝差遣的时刻，所以你来安静心落来，除非讲咱有需要爱去洗手，还是爱先离开，不要紧，你就是慢慢离开，莫去影响到别人。其他的人，咱时间上会使，咱就伫遮安静咱的心，一直到迄个祷告是咧帮助咱，甲上帝搁一遍亲近，然后做决志。这做这代志，你若无做这代志，就是做失礼、粗鲁、失礼的代志。咱用咱的表现，表示咱对上帝的尊重，毋通粗鲁、失礼。所以咱今天有3项功课。第一项功课就是用圣洁光明取代黑暗见笑。第二就是用自律守法来取代不法邪恶。第三项就是用礼貌尊重来取代粗鲁失礼。愿上帝亲自帮助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恳求你甲阮三甲弟弟，互阮无惊见笑的事，就是帮助阮真正清楚你的心意，了解你是时常甲阮同在，监察阮的上帝。求主帮助阮，将你的圣洁放伫阮的心中，将真理放伫阮的心中，将正义放伫阮的心中，互阮会当活出你创造阮的款式。阮的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